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和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来，大家好，我阿迪。大家好，安尼讲唔知对无？大家好，我讲敢先讲单话。客家人啊，你甲我指正一下哦。客话是安客家话。客家话，他那个法包括迄个花啦，拢读法。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咱迄个花蕊的花，因拢会它的音就是安尼加字法。你讲客家话好这个音，因就拢读法。不讲化作诶化嘛，就读法。因为我今日甲去上课呢，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孙红。一开头家己拢还没介绍着，不知在讲啥，大家就开始起笑。足嗨啊你！你是安那遮嗨？因为你伫啉酒呀。那唔好讲，会闹鬼。没有啦。今日孙红记桌顶有一杯饮料啦。我不都要啦，因为啉一撮饮料来较兴奋，较兴奋哦。啉了会欢喜的饮料啦。嘿啦，第毋是毒啦，别紧啦。凉厉害啦。对啦。拢甲闹开，无错。无啦，有个人本来嘛是会啉一撮啊，毋管啉啥啦，懵迄落，我今日早起透早6点痛就起来啊，今日拜六录音的时间是拜六。因为我不都足枵的啊，我11点外食到当去上课，转来4点外，佮等夜讨，毋知讲饿甲遮尔晚，饿遮尔晚咧，先加一撮热量，嘛才有气力。你若是要减肥的人，即个物件就减啉。还好啦，爱注意一下。对啦，莫过量啦，咱是一点点饮料，一点点加，通通都是水，所以还 OK 的。啦，有掺水我知影啦。嘿啦。还好啦，但是毋管啦，反正就是今日我今日早起6点痛就精神，然后甲打规工早起运动伫无用，下晡乖安尼动落来，伫遮录即个 podcast 嘛是真忝。少年是真忝啦，个身体嘛是爱顾，人讲少年是有较会动啦，不过讲实在嘛是身体爱照顾啦，这是上重要的根本。嘿啦，讲实在确实是无毋对啦。咱讲咱今日主题，头先muốn开讲一下即个今日主题，我知影你嘛是我毋知影主题对吧？大概录音之前都毋知影。无互我知，即马咧，佮甲我问问题咧，互我闹开。先甲大家讲一下，你若有听到迄个水经过南湖坑迄个声，迄是正常小房子伫啉饮料，毋免想讲倒遐来声。因为我拄敢若有听到，我耳机内敢有听到即个声。你甲我宣传好无啦？我是敢若有听到啦，我想讲若惊大家若听到响惊一条，讲咱有即个声无歹势啦，就是伊喙打补一撮水啦。对啦。来讲咱个主题啦，今日主题是叫做东尼事件学台语。这当年是啥物时阵呢？就是台湾日本接收1895年了后的代志。足久呢。离当差不多都1895年，离当应该100多年啊，100多年。迄个时阵其实捌流行事件过学台语哦。是哦。是伫个啥物人之间事件，其实就是日本人啦。因为这当时台湾人本来就讲台语嘛，即个日本人来到台湾了，因颠倒足流行足事件伫讲台语，学台语这个代志。因为日语话讲了伤久先啊。反正有即个原因啦但是其实还佫一寡其他的即个重点是安会想要来学即个台语，所以咱就爱来讲故事嘛，是爱讲同时嘛，互大家趁利用即个故事啦，互大家来了解讲过去是安有一段时间咱有当时讲
前几年啊，可能还佫无像当遮事件吼，当愿意学台语学转家己的母语，毋管你是台语也是原住民的语言吼，或者是客语，像你当伫学客语嘛。所以即、个即、个风俗毋是风俗啦吼，即、个习惯开始慢慢出现啊，大家开始想要愿意回头去学转家己的母语，甚至去学别人的母语嘛，流行嘿，对，像你当对即个客语可能开始有兴趣，无咱来去了解一下吼，真趣味安尼。但是搁早几年啊，大家其实无即个想法，对无吼？过去甚至常常讲啊，台语就较怂吼，迄个老岁仔人甲会讲吼，少年人就是拢讲华语、讲英语、讲啥，就是袂想讲去讲台语。但事实上，过去伫咧日本时代，台语确实正流行、正生行吼，日本人拢走来学台语，就想讲这是安那，互大家了解一下。嘛，主要是希望互大家知影讲，其实语言并无啥物较怂无较怂的问题。是咱看到伊水的所在，只要你本人是好诶吼，你讲出来语言就是水诶吼，你用搭一款语言拢共款。你若介意吼，就感觉就水，因为阮吼有这就学做一个基因啦。阮翁因一个亲母金吼，伊就正客人客家人啦。拄啊，即个时阵吼，因的社区毋是阮家己遮诶，是因的社区，阮无共所在啦吼。伊的社区，迄无共装着，因的社区人因的活动真济，所以吼，去互想着甲阮翁讲，甲阮兜的员外讲叫我甲通知，结果伊拢甲绕到伊。已经人上5节去安尼，我已经袂赴安尼，毋过兴趣较要紧啦。所以我就开始，我嘛通唱几落首的客话的歌呢。当然客家歌，嘿啦，当然是无标准的啦。慢慢啊来啊，咱拄开始学人，而且咱外人本来就无需要外标准啊。我讲你只要小可要听，甚至去甲客人装。讲几句啊，客人的话，我袂使讲客人话，歹势讲客话，我讲啊倒讲客语，嘿，讲客家话，其实我讲啊倒是一个足尊重对方，嘿，大家嘛足欢喜的迄种感觉，有亲切感嘛。对啊，就是安尼，好像有的人去到国外听到人伫讲台语，你就足欢喜的，对。我讲到咱故事吼，咱为当时的一个人的代志开始讲起，为这个高显营轰拍讲起，轰拍就是互人拍啦吼。高显营有知影无？知你爱讲1是什么，2是什么，人即爱互选择啊。什么1是2是？你爱选择题，我算你袂使讲你知影毋知影，你个本来选择对无？好啦，无紧，我来甲你介绍高显营这个人吼，因为这个人你讲华语顾家，你知无？顾家你毋得安尼讲，我嘛知听。顾家。辜政府嘿，辜政府对，辜政府就是因兜的。对，你爱讲这个无人耐听。中国信托你知影？中信集团大银行集团吼，这就是因家族的吼。所以我来介绍一下这个伊轰拍的代志吼。那要讲起日本时代台语正时行的故事，咱来为这个拄仔讲高显营互人拍的代志讲起。高显营咱讲过去台湾5代家族的鹿港古家。就是为伊开始，是伊即代甲开始的。伊上有名的代志就是1895年，台湾互清国清朝就对啦，挂让互日本的时阵，伊代表台北的地方士绅去迎接日本人入城。对，当然是你当年反社会人讲这个人安尼，不管你要讲汉奸还是啥，反正迄个当时当然有无共款的人，有无共款的想法啦，反正就是讲伊去迎接台北日本人入台北城，就是选台北。当时佫受到日本颁予伊即个勋章勋章，勋章叫做勋章，即个勋章有一个特别的名，叫做丹光旭日章。丹光旭日章，旭日东升，迄个旭日，丹光旭日章。敢若无介好讲呢。无紧，咱知影有一个勋章就对，一个勋章就对。即个勋章是对国家有贡献，就是讲大部分对即个公共事务贡献有功劳的人，才通有的，是非常即个受到大家注意的一个特别的物件。即个勋章其实全台湾嘛是头一个得到的。无简单日本时代时伊头一个得到。
那伊即个人其实毋管伫咧经商或者是政治的方面，拢算讲非常有才情、有手腕，无嘛无法度甲家族啊，不搁遮大，哦，对无？对啦，对台啦，湾五代家族咧，真用心呐。讲到台湾五代家族，你知影台湾五代家族是打五代，你知影无？生出无生出来啦，你是后面出，无吗袂养讨接的哟，无啦，无养讨接的啦。哦，啊，你都1、2、3，你讲互我听倒啦。我念互你听啦，我念互你听，因为伤济我选到好，去拢乌去啊，选择题，但已经暗嘛。等已经暗嘛。哦，咱其实主要咱讲过去台湾五代家族吼，上好也上有权势、上才情、上才调的这个五代家族，这个邦桥林家有听过吼？听过。家人颜家。哦，毋知。毋是颜清标迄个颜家，是台中海线。啊，无搭一个颜。哦，家人颜家就是有一个日本歌手叫做一清瑶。你无，你先讲这个颜是搭一个？颜啊，颜色的颜啊。哦，颜色啊，还有一个是严肃的，毋是严肃。毋是颜家，毋是颜家吼，是颜家。哦，颜家。颜无共款吼，颜家就是爱讲清楚的颜，对对对，颜色的颜，颜色这个颜。一清瑶一清妙，因就是老爸就是家人颜家的人，啊，过来伊做应该我若无记毋对，该做炭业袂罢，过进前做啲煤炭乌金。哦。过来这个我当讲邦桥林家嘛，吼，家人颜家。过来鹿港古家。哦。古镇埔这个古，彰化鹿港嘛，彰化鹿港啦，吼。过来就是台中雾峰林家，雾峰林家就有名嘛。过来，一个较无，大家较无法熟悉，就是高雄陈家，做生理为主，总共5间。陈的足济呢。五代家族，过去人讲台湾五代家族，啊，这个鹿港古家就是其中一个啦。啊，以后来这个高政，毋是高政府，你不敢拢乱去啊。这个高显英吼，甚至做到日本贵族院的议员。所以算讲是台湾第一人啦。做了不厉害。伫经商、伫政治拢真厉害。另一方面，伊伫咧文化这部分嘛是足有投入的哦，伊毋是讲干那讲搞趁钱尔，毋是。譬如讲，你这个当时中部有一寡甲这个头人吼，甲这个头人合作，包括咱这个林家啊，后代咱当讲台中有这个雾峰林家嘛，我们甲伊嘛拢合作，做伙成立这个台湾公立台中中学校。我印象中敢是中学校，印象中敢若是后一中的前身啊，台中一中的前身，我若无记毋对，这个我无去查吼，印象中是安尼。而是日本时代这间学校是日本时代全台湾第一间专门为咱这个台湾的学生所设立的学校。哦，所以是迄个时阵才出现的，无毋对。啊，甚至后来伊个买下当时日本人经营做淡水戏馆。嘛，做淡水会馆表演的所在，伫淡水边吼，因诶涉猎蛮多，蛮广。对，就是这地方属性，其实除了搞趁钱以外，对文化一般嘛拢有一寡想法，毋是讲干那我搞趁钱就好啊。嘛拢有啲贡献啦。对，对社会其实嘛是拢有一寡影响。啊，伊甲买落来啊，甲日本人经营这个淡水会馆吼，买落来了，甲改名。或者台湾新舞台，不只有名，迄个时阵真有名吼，伊就专门请一寡戏班来做演出。这台湾新舞台一直到1945年，就是日本时代上尾一年的时阵，伫即个台北的空袭当中，就炸害去啊，都无去啊，这炸弹炸害去啊。大歹去的啦，无毋对吼啊，过来就是甲一直1997年开始，甲重新起一个做新舞台，原本是淡水会馆，即个高显英买落来了后变成台湾新舞台。你歹势，我甲你问，你讲迄个名，你用华语讲就是辜什么？辜显荣。哦，辜显英。对啊，辜显英，辜啦，辜毋是辜啦。辜，辜的辜，无辜的辜，辜显荣。赢，安尼嘛咧听，你佮讲较紧，我拢听无。辜显英你听无？你对，你我印象中敢若有啦，伊个家族史诶，但是看我都无去啊啦，听看到甲我无关系啊。台北的和信医院是毋是嘛是古家的？对啊，我印象中敢若嘛是。无毋对啊，正确啊。讲到咱新舞台这边，就是台湾，伊咱讲辜显英甲即个日本人经营淡水戏馆买落来了改名台湾新舞台。台湾新舞台伫咧日本时代上尾一年时阵就断海去啊。大汉去了，一直到1997年，重新伫原地阁起一座改做新舞台，就台湾2字摕掉啊，算新舞台呢。迄个时阵是台湾第一间民间经营的中型的表演艺术厅。哦，无简单。是谁起的咧？就是中国信托银行，就是因国家啦。就是讲我的祖先吼，
这前几辈啊，前辈就甲即个所在买落来起一个舞台，啊，当都已经大海了啊嘛，啊，甲即个时阵共款是阮的地模，过来起一间，人因嘛真有文化气质。嘿，所以当时新舞台是一个足重要的即个表演空间，设备嘛是非常之好，无啦，迄个食衣住行娱乐统拢互伊统要，拢有管着。嘿，一定爱的。嘿，是讲到即个2014年的时阵，因为中信银行总部要刷去南港，搭到去南港啊，迄个我捌去过，哦啊，伊的旧总部就要拆掉啊，偏偏即个旧总部甲新舞台是连做伙的。安尼嘛，啊，当然内底就真困一寡扰啊建筑要保留无保留，嘿文化嘿景观、历史建筑等等真侪问题。啊，个反正对毋管咱讲结论，就是即嘛是已经拆掉啊啦。哦当已经无一间啊，倒有影啊，互大家了解一下。即个嗯过去，即个新舞台要拆歹拆的代志，其实因为咱拄仔讲是2014年，即个中信银行总部甲刷去南港的，所以离当嘛无偌济年哦，6、7年的代志。所以前几年啊，即个新舞台的代志也搁伫讨论哦，即拢啊搁甲当其实嘛搁有一寡讨论。应该有啦，因为即个物件虽然有虽人想法啦。嘿，但即个部分咱就先大概互大家了解一下就好。那讲转高显英伊本身吼，讲伊今日拄着的即个代志，即马就是要讲伫日本时代拄开始无几年，有一天吼，即个高显英胸坎分钟挂一排，行出门是风神甲下摆。有即款的光彩全台湾是头一摆，总是爱出门等互大家来看卖。像知影对面过的日本兵行过来，一言不合就甲伊争一个东倒甲西歪。因为伊较温馨呐。毋知是安怎吼，这一切到底是为啥代？咱就讲互观众来理解。其实真简单，当时这几个日本兵吼，伫咧路的吼，就看到即个高显英，伊胸坎即个勋章挂几排勋章金细细，勋章啦。嘿，都想讲，这是到底什么人？我不袂清楚，因为当时日本兵安尼调来调去吼，就敢若咱一个所在嘛，警察啦、等等嘛拢会轮调，对，拢会随时伫调动啦。嘿，所以嘛，毋是讲大家拢熟悉伊是啥啊，所以迄个时阵呢，就是日本人就惊向前去甲问，伊讲，君何者だ？即句话意思是日语啦，意思讲，你什么人啦？就去问即个高显英，高显英迄个时阵嘛，袂晓，无啥会晓日语，伊就讲哈。你讲去你要甲我蒙你哦，都无欢喜。你即个日本兵有影当作我好欺负就对啊，两边都安尼就弯起来啊，因为听无嘛，咱听无定定都会使先误会。日本兵这边就人济嘛，高显英才互人安尼摸一个空卡跳倒，嘿，咱定讲空卡跳啦，跳倒啊，拢共款，就是跋倒啦。你有听说讲因发生冲突的原因伫倒位无？就是因讲话袂晓，讲袂通啊，语言袂通，沟不通啊。主要就是因的即个语言无通嘛。我讲你听无啊？我讲你讲我嘛。无毋对，都定一寡误会吼。若要讲到即个语言吼，要会通，一开始咱都是靠通译。翻译啦。专门做翻译的人叫做通译。通译即个工课其实真早就有啊，过去汉人伫咧甲即个在地原住民之间吼，要拢是靠人来翻译，才有法度来往。咱汉人早期清朝时阵来到台湾要互动，包括明朝尾期尾啥时嘛是拢共款。迄个时阵叫做通书，即个职务吼，即个工课叫做通书。就是现在的翻译官的意思。有小可迄个感觉。通书算讲是一个小小的官职。毋过伊负责翻译以外吼，做好做歹完全拢是由在伊。你无看伊官势，伊影响就大。讲了歹，影响真多咧。但是人性总是较黑暗，所以伫咧历史上通书的名声普遍是无解好。咱举一个例，咱来甲举一个例吼。比如讲清朝道光年间，道光皇帝道光年间，即个台湾府的知府叫做彭传绥、方传绥伊捌有写一篇叫做《开玻璃社议》，玻璃社就是伫咧南投玻璃迄边就是即个原住民是要开垦即个所在，因为汉人甲原住民之间有真侪冲突，伊就是伫些嘛有类似即款情形真侪所在拢有即即个是伊伫讨论，伫写即个讨论是讲到底是安怎发生什么即个代志要安怎去开垦才会法度吼，甲原住民甲汉人之间会使好好安尼。伊就当中有写，即段拢是文言的，我用台语念一解互大家听，你甲听看卖看听有无？伊讲泛汉言语不通，何反通情使用通书？而通书则所管为奸之人，非反挂则爱丁下丁守业，必不以国家安武为事，而危言动向。下反则渐畏服，而心实不甘，设有异苗，必刀挂误，放开设之初。
凡汉不无交涉，小国斗殴该足用事。故知反同意之人，必求套善不起，自效可用。我是听无介有啦，人讲正为你迄文言文我无咧读啦吼。毋过吼，我感觉即个翻译官吼，这毋是翻译个人哦，这是当时台湾府的知府伫讲着讲是安那即个汉人甲原住民之间有真侪冲突，就是咧骂通事。就是讲因为伊讲翻译无好，你若甲伊乌说，伊会讲你的话啊。小可差不多意思吼，伊就是伫讲较早的通事吼，定定内底拢一寡阿萨布鲁的人，所以伊就欺骗原住民。对，因为伊来欺骗原住民了，就造成汉人甲原住民之间的冲突。当然啦，误会啊。早期大部分的通事拢是即个汉人来做的，当然原住民就是讲恁汉人拢安那。所以伊迄时阵就是讲，即个本来无代志嘛，变成大代志。所以你若要找通事，稳当就要找即款套善不起、较老实的人。对啦，是这个意思。较真实的，甲伊内底较诚恳的。无毋对，所以伊内底就讲，比如讲，即个所以毋则讲，即个通事即受冠为真歹念，我跟你嘛无习惯念下来。即通事而通事即受冠为奸之人，意思就是讲通事吼，定定拢是过去定定做歹代志的，本身就毋是偌好人啊。应该莫讲做歹代志，伊就是贪心啦。这就是伊家己写伊讲的。伊讲即款人吼来做通事的，一般就是反挂。反挂过去其实就是做甲原住民做生意的人吼，做反挂，所以有的所在做反挂产。比如讲打卡就反挂产即个所在，毋是敢若打卡真侪所在拢有，其实就是当地的人甲即个汉人甲原住民之间伫交易的所在，迄个所在做反挂产。反挂做即个专门做即个生意斗相共做翻译做通译的人来转来做通事，即个原本的工课嘛做反挂。过来就是即个爱丁，宜兰有一个所在，宜兰所有一个所在做爱丁，对无？爱丁我了解啊。爱丁离咱遮无介远嘛。即个爱丁是安那？有说爱丁，其实爱丁的意思就是关爱，关爱就是关爱，毋是做爱心在做爱心迄个关爱哦。关爱的意思是讲，即个设一个即个像闸门啦，还是即个把守的所在啦，互你有望台啦。做一个关卡，较像讲做一个关卡，有人伫遮顾守就像即个。管理员共款就顾伫遮，所以人袂使讲你要出去就出去，为着安全起见，无你有一寡山贼啦，也是有人来进攻啦，等等的，所以这就做爱丁，即款的壮丁就做爱丁。敢若像咱即摆顾路口共款对，守望相助队，因为做一个站安尼当然类似啊。这就是武力较强的人，较够相拍的人，较粗勇的。伊拢家己的兴趣武伫相拍顶悬可能册读无遐济款，所以有当时就较讲话嘛较粗鲁，所以毋则讲做通事的人吼，毋是即个反挂，就是爱丁，无就下丁手下丁手嘛是共款，下丁就是讲部落内底偷人啦吼，免来讲较无，歹势讲伤歹听。无啦，较无讲敢若水准较悬安尼讲较无遐低俗达理啦。咱讲较文言就是安尼。对啦，较无遐低俗达理的人啊，就因为讲即个人定定拢安尼黑白乱来吼，家己为着家己的利益，可能共骗即个原住民，所以颠倒导致讲汉人甲原住民之间关系就无好。自家咱就知影讲，即个通事的名声是真歹啦，伫过去，互人印象无好啦。无错吼，原住民甲汉人之间的问题，伊嘛爱占真大一部分。对，一直拢存在伫。对，即个责任就是一部分伫因遮来。对。咱讲日本时代，这主要是互大家了解通事或者翻译、通译即个物件吼，因为拄开始日本人来到台湾，就需要靠即个通译。对，言语袂通嘛。当然，即个时阵的通译，都毋是原住民甲汉人之间的通译嘛，伊是日本人甲台湾人之间的通译，对无？因为是日语甲台语啊，拢爱会晓啊，所以拢爱真通甲会当翻译啊。拄开始大家拢爱袂晓日语，你若是会晓日语，你就会使协助日本人去对台湾做管理，对无？自然你就会受到重用。所以一寡官方的即特许的行业，比如讲卖糖、卖米的、卖酒的，这拢毋是你想要卖就通啊卖。对。这就会交代互你去做。
孤行独饲你做诶是通较变气，无毋对。你迄时阵会晓日语，讲实在，你规个性格都无共款啊，会使做诶生意就济啊，手腕就好啊，你资源就济。但是咱常常讲日本人做代志是真认真，真认真，伊常常讲真认真呐。是安怎会无想着讲爱带统一来到台湾咧？忽然间想袂记哩。当然是无可能的代志，其实有啦，人早就准备好啊，警察都差伫搭，日本人准备的是讲北京官话的统一，伊过去甲清朝政府伫交叉嘛，所以伊拢是准备即个讲北京官话的统一，像咱一来到台湾，大家拢讲台语、讲客语，甚至讲原住民家己的语言。管你有外交讲，你嘛是变无步。对啦，都袂通袂啦。无人听有你伫讲啥。这个时阵日本人煞头壳摸咧烧啦，你莫讲发布什么款的命令啦、广告啦，你连想要去市场买一个假心肉，你都无才调。咱顶届有讲到假心肉对无？讲到这个金甲肉甲假心肉的差别，你买一个假心肉你都无才调啦。因为你毋知要安怎讲啊，比是比袂到啊。毋知安尼就是卡袂着吼，都为这个。举卡画手变成起卡动手，对吧？对日本人来讲，这时阵上重要就是要赶紧培养在地的人，会晓日语，讲会通。不过你要互全台湾大部分的人拢会晓讲日语，嘛毋是讲一档两档就做会到，一定要足济时间啦。是，所以伫咧像法院啦、警察厅啦，吼即款的公家机关，因都要专门设一个通译的职位。大部分都是要互会晓讲日语的台湾人来做，都有即个通译的工作。当然，若台湾人嘛，有晓讲台语的日本人拢会使。对啦，拢爱会通啦。总共一个就是你爱两款语言拢会通。对啦。你若是要为完全青分去学会晓一款语言，那照咱过去的经验，是毋是都要有文字？你若迄翻出来嘛袂准呢，有些拢会走精。无咱若去学，比如讲咱过去学英语，是毋为 ABCD 开始学？当然啦。你若学日语，是毋 RU 的学开始学？你爱看字嘛？即个字啊，怎念？即个字啊，怎念？迄当时嘛是共款，你有法度伫咧短时间内就为着咱的环境的需要，来快速真紧就学会晓日语，表示你爱看有字，你才会紧。爱看捌。无有当时靠发音，你有当查一句你听袂出来，毋是你的环境你听袂出来。所以一般来讲，迄个当时你若是台湾人，就是爱捌学过汉学，熟悉即个汉字，看有汉字，因为。日语内底有即个汉字对无？是。甚至是若搁较早期的，你若看规篇伊汉字嘛占足悬的比例。所以你著捌汉字的人，熟悉汉字的人，电脑较紧就会晓，就是读册人嘛。对。当然嘛，有一个读册人无愿意安尼，就要来学日本话啦，因为咱无工作嘛，因为咱无工作群我则无想要学你的物件。像当时就有一个读册人叫做洪气生，洪气生。伊就感慨讲，举国之人该以通译音为基材，通史书为废材。意思是讲，全国的人全台湾的人拢甲即个会晓通译、会晓翻译的人，讲这是天才，这是基材。阮真正认真咧看册、读史书的人拢当作阮是废材，无伊无都甲人讲话啊。敢废不敢。你袂晓日语啊，敢若讲是袂晓日语啊，所以伊就这感慨啦。就讲你知影讲，当时学日语的即个时行的程度，台湾人必须爱学日语去甲人沟通对。安尼你才有法度即个。得到更较侪资源，但是除了即个台湾人开始学日语了啊，伫咧台湾的日本人嘛开始时行学台语啊，但是就是咱即个主题重点，互相来研究。毋对像台湾总督府，台湾总督府伫倒位啊？知影无？台北啊。台北的倒位啊？就是即摆北一女旁边啊，即摆总统府，无毋对，就是间内底就一寡官员当时就咧推广讲大家学台语，就敢若咱若学日语的人，真侪人咧学到一本叫做闽南语方語，对吧？大家日语也是有即个较早英语有一个应该是广播吧，放送的节目叫做即个 Let's Talk in English， 共款啊，什么空中英语教室，迄个感觉咧推广大家来学台语，所以就伫咧1896年，也就是即个台湾纳入日本统治的隔年，隔一年，总督府内底伊就开设一个即个台湾语讲习所。
就是教台语，专门教台语的吼，官方请来，主要就是请即个台湾人来教日本官员讲台语。甲因教咱的语言安尼嘿，就无毋对。对啦。啊，你若是教册先生吼，这先生毋是叫查甫做先生吼，是教册老师老的先师就是生。叫先生，嘿，先生对吼，啊，日语就先生嘛吼，对拢是共对对，款意思。嘿，啊，个警察即款公务上嗯爱甲台湾人接触的职业嘛，嗯，一定爱尽量爱去互因会晓学，讲台语，无你嗯，无法度甲因互动嘛。对啦吼，对啦，像因伫咧招募一寡即个日本人的学生啊来读即个师范学校，以后要做先生的。嘿，啊，未来要做老师就对啦，要做教师对的。啦对啦，都有一个即个必修的科目，一定爱读的，叫做台湾语。都有即个要求就对啊。你当时伫咧台湾，日本人要读即个师范学校，你一定爱学台语，即个科目爱必须爱通过，你以后才有法度毕业。对，像你即靠有要读得教。大学，你若是有选英语啦，什物语是必须的，还是像有迄多有即款。语啥都是共款意思嘿嘿，啦，无毋对，无嘿啦，就即个概念无毋对吼。嗯，后来因的警察训练嘛是吼，甲即个台语算作是上重要的科目。啊，你若是派去一寡即个原住民部落的，甚至有诶，佫会晓讲当地原住民的语言。安尼真好哦，嘿，真厉害。嘿，啊，除了即个官方的即个推动以外吼，民间嘛有真侪人，日本人开始伫咧实行吼，学台语讲台语，毋是敢若官方尔。即届咱特别要介绍即个人，叫做川合真勇，华语叫做川河真勇。就日本人，日本人吼，伊日本名叫做卡哇伊马纳多，应该是安尼念，伊有两个念法啦，无确定伊是倒一个，因为查袂着伊的发音吼。一个是卡哇伊马纳多，一个是卡哇伊信的吼，就是即个后壁即个名的念法有两种，主要有两种念法。毋管是即个人吼，等下用台语念做川合真勇，川河真勇。即个日本人吼，伊是伫咧法院，当时伫日本的伫日本时代是台湾的法院做通译。咱都有讲，所有的法院拢爱安排通译即个工课。他要翻译嘛，嘿，所以伊台语嘛会晓，日语嘛会晓，伊本身是日本人吼。伊是为明治34年，也就是1901年，一直做即个通译，做到大正13年，就是1924年，总共差不多做24年的通译，这差不多要退休啊嘛。经验丰富。嘿，无毋对吼，伊1924年、24年的时阵过身，一直做到过身，所以一世人拢伫做通译，甲翻译有关系，甲语言有关系的工课。啊，平常时伊伫咧家己做即个工课当中爱做即个通译以外吼，抑佫是总督府认证的土语专门学校的校长兼主任讲师。土语其实是讲在地语言，然后台湾个，比如讲咱讲台语啦、客语啦、原住民语，这算土语，还是讲咱在地语言的意思。伊有总督府认证，就是专门伫这学校佫教日本人讲台语。真无简单。非常有心。伊毋是敢若教尔，伊佫有伫做研究。所以记录真侪台湾各地即个台语的用词、特性、腔口，甚至一寡个客家话，个客家话华语要安怎讲较好？客家话就是一个俚语俏皮话，迄个感觉。俚语啊，小可像俚语啊、俗谚吼，拢会使吼。笑话，讲笑话嘛，拢有哦。安尼吼。迄时阵有出版真侪有名的，有出版一个非常有名的杂志，当时真有名，叫做《语苑语苑》。语苑。倒一个苑？苑是要安怎讲？文林苑，我毋知你知文林苑是啥物？草字头的苑，叫做语苑吼，这台语叫做语苑啊。但是伊若是用日语念，敢若叫做五苑，听起来敢若台语叫做敢若圆，嘛会安尼讲。圆其实我认为是伊字选毋对啦。你若是用即个字，应该是苑。毋管就是语苑啊，就是伊佫出过了本即个教台语的教材。所以你若是伫现代，伊像咱即嘛有真侪即个遐侪工具嘛，真侪无共款的社交的平台啦，即个互逐个会使看着你的所在。我伫想应该着去做啥物 YouTuber 啦、Blogger 啦，还是像咱可能伊嘛会开帮助啦。伊可能就会甲咱共款开一个 Podcast 频道吼，就是逐个来学日语，学台语啦吼。在教日本人学台语安尼吼，讲到即件代志吼，即个 Clubhouse 顶悬真正有房间专门伫互日本人练习讲台语的。我毋知你有看过无？有一个交流啊，伊甲台语人迄个有交流啊，有这个房间。内底大部分拢是日本人。对啦。学台语安尼，即听讲的足趣味的，足可惜吼，你讲。像我这日语啊，听几句尔我讲台语因嘛听无，若讲日语我嘛听无，两个听。尽量都是当然是两款语言拢有法度使用是上好，较好解说啦。但是你需要解说的时阵，
所以嘛真正这个房间真趣味。趣味对啦。就是因为伊当年对台语教学的这个投入甲研究保存真济，咱即马会使参考的资料。因为一个国民政府了有推行这个国语的运动嘛，所以相对其他在地语言就慢慢都打压，一方打压了，就慢慢消失。所以等真侪物件，咱开始你无去啊嘛。开始嗰啲係安怎講哈？又過去咱有些講就是安尼講地球是圓的即嘛流行這後屆就個流行。3年一溫好歹照論，大家相拄會着。慢慢就個洗起來。就是算是安尼，真侪物件咱過去消失的，真歹找回來。對，所以當初初是伊留落來這個資料，其實攏是足好足好的資料，就是咱會使看到講過去的人。是過去的人是安怎講即個台語，因的用法、因的用詞因的特性講的腔口，甚至即個台語大詞典嘛是日本時代才做出來的，針對即個當時的人講的話的腔口去做記錄，所以甚至甲你講漳州腔是安尼講，有泉州腔是安尼講。當然咱打主要有所謂的優勢腔甲地方腔啦，但是優勢腔其實嘛是，毋管哪一款腔，其實攏是。主要的來源就是為漳州腔甲泉州腔人做伙來演變的，但是主要就是互大家知影講，有當咱定講即個詞到底敢知影即個詞，還是過去到底安怎講毋知影，其實就會使透過遮當時日本做真濟研究，留落來的資料，互咱做參考。當然，其實伊的即個研究有真濟更較深的，包括所謂的即個語言的改善，啊，個伊用字選字的方式。有真濟即個佫較學術方面的，原本我有想要介紹即個部分，但我驚大家困去，因為非常複雜啊！即其實對大家講，會曉講台語無遐重要。困難！你講即馬台語恁像寫的字，我都看無啊，因為我即馬看一個。我互你的稿，你無一定看無。我看無，毋是講一定無一定看，是看無，但是台語文。其實袂啦，我就講我是為做第一集，就是咱來做這個試播集的時陣，我甲真正開始想講，無我就既然要寫稿啊，我用台語文來寫吼。迄時佇迄進前我嘛攏袂曉，我一字攏袂曉，我當嘛是做幾篇2-3千字的物件，我攏是用安尼寫，我嘛攏看有啊，不管是羅馬拼音嘛是這個。台羅啦，或者是漢字，我攏會使，我攏會寫。因為你有啲研究，啲用心，有啲拍拼，我這是客串的，我哪有去我甲你講，以我的經驗，你只要會曉講台語，要學這非常之緊，就簡單的。但是愛去讀嘛。嘛是愛開一撮時間小看一下啦，愛用啦，有啲用你自然就會曉啊。對啦，目前是我看。主要是因為我當時需要互大家知影講，我佇網絡頂有，但係你毋是敢若用講，你嘛會寫字嘛。寫字出來，我希望大家知影講，這是安怎念的，莫有一寡誤會。所以是，這時我就必須愛甲這個發音寫起來。就是因為呢，我開始講好啦，無我來小可了解伊的這個拼音的方式是啥物，原則是啥物。其實就簡單的看一下，大概就知影。當然啦，有接觸你就簡單。所以我講，會曉你就簡單啦。所以我講。除非你是完完全全台語非常，連聽你都毋捌聽過，敢對你來講是咧外國嘅語言，你就為字開始學，為即個拼音嘅方式開始學。但若本來對你來講這是無語，可能你句小可袂記哩啊，還是你無遐較生分啊，或者就是講你聽一寡無遐熟悉、無遐拗，無要緊，你聽久了換講，你開始會曉講，聽甲久你攏熟悉啊，攏習慣了慣勢啊。你開始來看這字，一時啊，你免2個月你就會曉啊。重點是愛開時間啊，毋是講真嘅，愛是感覺當敢若嘛無遐過來。重點是安尼啦，就看人啦，看有即個新嘅人，伊就會家己去找這個資源。以我來講，我是感覺，因為我嘛有其他代誌，免遐專長。免啦，因為你無需要特別透過即個物件來甲大家分享，然後咱就是用聲音甲大家互動就可以啊。伊當時抑閣出版一本冊，叫做《台灣笑話集》，收集當時台灣的。笑話，有的笑話是真好笑的。今日上尾結尾要甲你分享一個笑話。好，你看這100年前，這是1915年出版的，離當已經100多年啊。因為當是2021年，所以差不多是106年前。我咱聽100年前的人講的笑話，咱100年後你聽會感覺好笑。當然，當時的人講的台語，甲當下的人講的台語，佫小可會無共款。我盡量，因為我講的變較慢，是因為我會照即個伊的發音的方式來念，甲咱當講小可無共款。互你聽看覓，看你感覺講好笑。我是講，我家己嘛還袂看，因為我家己嘛還袂看，我是為所有的笑話內底揀一個來，想講來凊彩揀一個來，大家我甲念互你聽下。伊是安尼講吼，即個。我會記這篇叫做配菜，就是食飯迄個配菜。伊講
有2个后生3顿草无米配，草无米配听有无？找无物件啦。伊念草无米配。哦，迄内倒有，迄倒是省的语言。伊这个草毋是超的意思，这个草是吵吵闹闹的吵，就是你吵、你嚷、你哀叫啦，你靠腰的意思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你靠腰的意思。因老爸就设计讲，古早人看见树毋就是树莓，咱讲毋啊，咱才讲毋啊，树莓会讲梅啊，梅啊，梅啊嘛有，咱讲树，伊遮讲树毋，咱遮讲话梅啦。伊讲古早人看见树毋，就会指喙焦，望梅止渴，差不多意思。我当将即尾咸鱼来挂伫壁呢。挂伫壁顶的意思就对啊。恁若看一摆，就硬一喙饭。这有啦，讲的。2个后生就听伊的喙。伫遮的时阵，第二囝就嚷讲，阿兄真妖鬼，加看一摆啊！即个老爸就讲因老爸就讲。伊当就互伊活活咸死啊啦！你感觉好笑？你啦嘛趣味讲。你足捧场诶！伊讲佮加看一摆嘛，安尼囡仔心肝嘛真趣味讲，伊加看一摆伊佮食，嘛趣味就对。因为我嘛无看伊诶内容，所以我当伫念可能为着要配合伊即个发音诶方式，小可较卡调，较客一丝啊。我用顺念一摆，惊讲逐个拄则较听无，我顺用我正常诶台语来念一摆，就讲。有2个后生3顿咧哀讲无物件通配，3顿哀讲无物件通配，因老爸就甲设计即2个囝就讲，古早诶人看见即个毋啊，还是梅啊，凊彩你边仔讲树莓就对，树毋就会使指喙焦，所以我当将即个咸鱼啊来挂伫壁顶，恁若看一摆，恁就硬一喙饭对咧配用目睭配饭就对啊。意思安尼虚幻。2个后生听就听伊诶喙足乖。你食诶时阵第2个囝就伫遐嚷伫遐哀讲，你阿兄有够妖怪诶，加共看一摆啦。因老爸就讲，伊当就互伊活活咸死啊。对啊，袂啊嘛趣味对啊，你慢慢去你慢慢去甲体会，袂啦，因为真是嘛心惜。即个物件就是安尼啊。106年前诶笑话。袂啦，不哩文雅诶笑话啦。互大家来做参考一下。咱今日的故事嘛，到遮结束，互大家了解当时日本时代啦，日本人史惊学台语诶故事，以及即个传合真影，传合真影即个伊诶贡献非常之济，互大家了解讲历史上有即个人对咱台语诶即个传承其实有真大诶贡献。咱嘛爱感谢有诶人其实是真正真有心，咱嘛真侪主人透过伊过去留落来的即个物件，大家知影。好啦，今日即集就安尼结束。毋知影大家对即边的故事有啥物款想法咧？即集的内容，你若是听了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到 Apple Podcast、Mixbox 留言互我。另外，买当到即个 Instagram、Facebook 找出亚特聊聊天来甲我互动。咱今日就到遮结束咯，拜拜。拜拜。